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8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首先来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昨华航的英国包机病毒检验的结果有3个人是阳性，一个发生已经送病院，另外2个人是无症头的感染者。交通部提出航空加强防疫计划，机组人员入境检疫为3天延长到7天，若是无进入社区7天内底，会使去派飞。那都加上新德县自5年来中学收1个1800万的停车费，交通部要求地方政府爱把钱退给民众。新闻开始来看，指挥中心甲公布，今仔咱国内新增加8例武汉肺炎境外移入的病例，分别是由英国、菲律宾佮印尼入境。其中，昨个英国包机有3个人验出阳性，一个发烧已经送病院，另外2个人是无症头的感染者。咱做回来听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上盖新的说明。我们今天公布有8个境外移入的案例哈。那分别是英国、菲律宾及印尼。好，那分作2段来看哈，有787到791，是5个案例，是我们在例行性这样的一个检测跟通报里面所发现的。那792到794是我们这个专机昨天回来这127人，这检疫全部完毕，那总共验出有3名是阳性。在这3名里面包含了大家所关心的就是有发烧的这一位从英国回来，那其余2位是没有症状的。那本来大家另外关心其他4位有症状的那目前验起来那4位有症状的是阴性，所以这127个里面就是1位是发烧是阳性，那2位是无症状被验出来，目前都在集中检疫所。英国发现武汉肺炎的变种病毒，疫情是真严重。咱国华航昨有一台英国包机，顶头有114名旅客，甲13名机组人员，对英国伦敦飞转来台湾。其中有1名查甫的旅客发烧39度，直接就送病院，嘛验出是阳性。另外有4个人伫过去的2礼拜嘛有症头，伫机场采检这4个人的检验结果目前是阴性。因昨嘛一路飞机就直接坐专车到检疫所隔离。穿防护衫、戴护目镜，伫机场采检煞了，自房间行在拢有检疫人员陪伊。因为伊落飞机了，体温超过39度，所以行过所在需要清洁人员伫咧后壁消毒。这位查甫人本是坐救护车直接送病院。另外，还有4位旅客伫咧过去14天内有症状，也伫机场采检煞了，甲其他109位旅客，10个人一组，行独立动线，坐专车，伫昨晚10点半到伫北部的3间集中检疫所做14天的隔离。伫其中1间检疫所指挥的医护会执行长王必成讲，一寡旅客虽然行程真忝，不过真侪人当面甲伊讲，会当转来真好。来到全世界上安全的所在，因为大家经过长途跋涉，而且有的携家带眷，带着这个很沉重的行李，不过应该是很累了那但是回来以后，这个就感觉到好像回家一样我想这个是很自然的流露了。那说实在话，因为我们在世界上相对真的是比较安全的。休困1暗了，住伫咧集中检疫所的113个人，有1个人传出脑痛的症状。进来的时候就直接就做完采检才去房间了那采检完进去房间以后，目前大家休息都还算正常。那今天早上回报没有乌来所有一位好像有点喉咙痛了不过症状不是很严重那其他的地方回报是都正常。王必成讲，因为昨已经全部拢采检煞，所以这位脑痛的旅客无送病是可以药化。就等今仔日采检结果出来，因若机顶的13位机组员因为拢无症状，也依照规定去防疫旅馆做居家检疫。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防止变种的病毒嘛拖来台湾，华航的英国包机是采取高规格防疫，入境全部爱采检，再个居家隔离14天伫隔离结束之前，爱个采检一遍。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是强调讲，这是为了保障机组人员甲社区的安全。
英国变种新冠病毒最近拖全球，台湾也采取航班减半、集中检疫来应战。减班了后，第一台为英国伦敦登来台湾的班机，自七尾仔嘛到桃园机场，机顶114名旅客加13名机组人员，入境了后全部拢爱先采检，佮居家检疫14天，而且解除隔离进前爱佮采检1摆。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提悬防疫规格是为确保机组人员加社区安全。文献上面都说它是双枪队的传染力比较强，那只是希望在第一个时间，能够收集相关的资料，第二也能够确保机组员的安全。因为这班英国登来台湾类包机，甲今年2月、3月武汉包机有真侪无同款的所在。这批乘客不只应由空桥正直航下入境，国军也无出动化学兵消毒。国内专家认为，今年初台湾对新冠病毒熟悉有限，防护措施也较严格，即马有科学实证，防疫措施也较好。按过病毒动一时，无法度动永远，也是靠疫苗来阻断传播。除非人跟人都不往来，不然的话，这种病毒的传播呢是很难挡住的。你只能尽量把它控制啊！你要希望说你用行为的方法来把这个疫情消失掉，那是不可能的。你唯一的办法就是要足够的人口打疫苗。专家提醒，即马做疫苗进前，民众爱时过来洗手、挂嘴安，落实防疫新生活。另外，英国登来台湾班机，有一个人发烧39度，为什么用上飞行机呢？陈时中强调，这要看上飞行机的时阵，磅体温是毋是有确实，而且体温起起落落，这是有可能的。记者综合报道。英国出现变种病毒，已经是拖到真顶。今仔日立法院有委员就关心讲，咱国敢会甲日本同款，全面禁止外国人入境。内政部是表示，英国的航班先减半，有一间航空公司嘛先订喷飞哦。英国入境的旅客全部拢送集中检疫所。外交部嘛证实讲，今年到2月为止，有21位驻外人员患着病。英国变种病毒是来了真凶狂，亚洲嘛真谨慎咧面对。日本宣布2月到1月底禁止外国人入境。立委关心台湾防疫敢是要得咧升级？卫福部表示，国内还无发现变种的病毒，现此时未禁止英国的航班。内政部表示，英国的航班有减一半，有一间航空公司英国的航线已经停飞，为英国入境的旅客是一律送集中检疫所。英国回来的部分，第一个是航班已经是减半哈，那另外2家航空公司其实有1家已经是暂停这个航线，所有的入境旅客我们一律都是到集中检疫场所去。那满14天之后会进行采检。那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变异性的发现。那第二个，当然我们目前是不会去进这个英国的航班，因为你进了他从别的地方进来，那更麻烦。新冠肺炎的疫情冲击到全球，台湾驻外馆嘛传出未少确诊的个案。外交部证实，驻外馆的人员到2月为止，有21个人去获着，19个人复原，1个重症。目前为止，有多少馆处曾经有确诊案例？那么现在总共有21个人，全世界驻外21个人确诊。有不少侨胞因为受到边境封锁的影响，2年来无法度回国。依国际法的规定，出境超过2年，都会面临到渎职的问题。侨胞现在也不敢回来。但目前这个根据法律的规范呢，是很难有弹性的作为。侨委会表示，国际法规定出境超过2年，户口就会从强制迁出。国际法目前要随修法有困难，所以侨委会函请内政部会当研究相关的措施。记者综合报道。之前中英航空的外国技术患着病，对接触者的调查又搁无老实，和台湾又搁出现本土病例。交通部嘛已经提出加强防疫的计划，机组人员入境检疫为3天要延长到7天，嘛考虑到航空公司的调度。若是机组人员伫集中检疫所检疫，并无进入社区，无排除伫7天内底会使派飞，也毋过爱搁等指挥中心最后的决定。航空机组人员检疫加严方向确定，检疫期由长到7天，互航空业者叫苦连天，因为派飞有难度。交通部证实，民航局提出的航空业强化版防疫计划，因为考虑防疫甲产业需求，若是航空业者针对机组人员，应提供集中检疫空间。7天检疫期内无进入社区，也先派飞。按过等台湾了后，爱继续检疫，8到14天也免到人较济所在。居家检疫如果要派飞要
集中在这个他们提供的一个集中的一个地方啦，就航空提供的一个地方哈。换句话说，它事实上都没有外出的了哈。机组人也非常的欠缺了哈。这意思是说，如果全世界都一样，如果你把它的时间弄都不能派飞，它一下子那个就周转不过来。交通部强调，全世界对机组人员拢是例外管理，台湾已经是较严格。不过因为进前出现机组人员自律出问题，所以才会较严格。面对特别到位的农历春节，为了为这批桃园机场会出现真侪回国人。虽然目前交通部估算今年登台湾的人差不多只有过去的1/10，不过逐天也是5、6千人规模。目前防疫车队的量能，逐天仅能在2537人次，根本是不够。量会比去年和前年差很多了哈，当然是差很多，这就1/10，我们觉得在1/10，就是你1/10就不得了，1/10每天平均入境的人数啊，就有6000人以上。交通部表示，桃园机场公司会提供春节期间的入境有报人数，会看旅客人数了后来协调业者做防疫车队的调度，同时也检视防疫旅馆的量能是不是充足。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看台南市咸水区一间已经无在用的工厂，昨半暝火灾哦。因为工厂内面有一寡物件造成火是愈烧愈猛，今仔早起9点才拍花。早上吹东北风，台南市政府环保局嘛对咸水顶6区发布空气污染的通报。伫暗暝中，大火乌烟一直清的天顶起哩，就是这栋无伫咧使用的工厂导火，因为内面还有真侪泡棉甲棉花。20台消防车来拍火，300平的厂房规拢导火。消防人员伫咧共一边拍火，因为惊讲火会烧到离100公尺远的另外一间厂房。的这个泡棉还有棉花的成品、半成品很多啊，所以可能要在好几个小时才控制得住。27暗10点多，台南市咸水区传出有10头仔区导火，敢若是风正透。火是炭烧到附近的这间废弃的工厂，初步估算烧的面积1000平方公尺。好在这间工厂已经无营业，无人伫咧内边。因过因为东北风风势正强，因一直断开。台南市政府环保局派人警戒，并且透明紧急发出空污事件的通报，希望范围内民众门窗关起来，较莫出门。到凌晨1点的时候，比背景值大概 PM2.5高于6倍。那到目前我们监测之后。整个背景值 PM2.5是37微克，比背景值大概高于2倍左右。目前的空气品质还算可以的。火伫咧早起9点拍花，怪手伫咧清理现场。台南市环保局讲，火灾究竟影响的范围集中伫咧咸水地区，目前 PM2.5的监测值伫咧接受范围内。虽然加固工厂已经改善，不过会依照空污法还所有权人。记者综合报道。婚姻嘉义明年早冬的七月停止引产，经济部嘛认为讲，桃园新竹苗栗台中这所在的水库水量应该嘛是无法度应付农产用水，12月29会来检讨。也毋过有民间团体就开记者会批评新竹地区哦，目前已经开发到上过头咯。即马阁有第一段2奈米制停的工程要整建，新竹欠水的问题会阁愈发严重。也毋过上可能的嘛是农民，因为一欠水哦，一定先停掉农业用水。不要抢水抢农地。新竹的农民代表甲民间团体最近开记者会，批评政府突然开发。新竹的水源分予工业用水，只要拄到欠水，农民就无水通灌溉。台积电要来这个2奈米，有田可耕，但是没有水可以用。有关桃竹苗甲台中地区，明年1月调做是毋是田管？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讲，离到开会决定，被宣布台中、新竹、苗栗地区田管的区域。1月最高会宣布桃园是毋是田管？在台中的部分，德基水库跟鲤鱼潭水库都是这18年来里面的最低，中部大概有将近2万公顷。那如果看起来今天没有下大雨，我看今天大概也很难下大雨。那明天我们会配合经济部做这样的一个宣布。经济部长王美花强调，目前台湾整体水情正严重，桃竹苗、台中水库实在无法度供应明年1月调做所需要的用水。目前主要是采取跨区调度，
产业自主节水，加强灌溉管理来应用。那至于桃园地区石门水库，由于采取加强节水调配、翡翠水库调度资源跟近期的降雨蓄水有所回升，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滚动检讨，1月5号做相关因应措施的宣布。另外，针对加入 CPTPP 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的进度。欧美华讲已经伫咧非正式磋商，争取相关会员国家的同意。目前加入 CPTPP 唔是阶段的问题，而是看时机是唔是成熟。伊若是唔是经伫咧3.1个大地震的周年开放日本的核实，欧美华讲无讨论到。记者综合报道。昨透早，中立派出所有一个警察桥倒摆要去小食店处理纠纷哦，随后一台轿车弄到，头壳内有淡薄出火，目前是搁伫病院的观察。警方嘛呼吁民众哦，拄到会执行紧急任务的警察车，要依照规定让警察驾车先行。对监视器看到25岁姓陈的员警骑警用的乌托邦，经过中立区的延平路、中山路相车路口，和一台轿车弄到倒伫咧涂骹。乌托邦车头规拢弄甲冒气，油流甲规涂骹。经警方调阅路口监视器，疑似阳性自小客车驾驶未依规定礼让执行紧急任务之警备车先行。代志发生了，警方调路口的监视器加行车记录器。死单的警察迄当阵是要去下过的一间小食店处理人客纠纷。乌托邦驶伫路的时阵，有开警示灯加警报器，无违反交通规则。初步认为是信用的驾驶，敢若无依照规定让警备车。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会当罚汽车的驾驶人3600，并且吊销伊的驾驶执照。造成陈姓警员阳性自小客车驾驶及1名乘客受伤，经警方实施酒测，双方驾驶皆无饮酒。双方伫酒测了拢是0，代志发生的原因也搁调查。信用的驾驶2只手也搁头有刺伤，身躯头的光无外伤。被动的警察头内有小可出血，正边肩胛头受伤，伫病院观察。头现在怎么样？还是查着好不好？二倍一早起，桃园市警察局长陈国正也去病间看。警方希望民众若拄到伫咧执行困捕的警备车时阵，应该照规定让车，才袂犯法。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顶前指出，讲今年的11月份，伫新竹县路边停车场停车，明明都有去超商拿钱啊，又搁收到通知。调查嘛发现，讲六都佮加上新竹县市这5年来中学收的停车费用有1亿1800万。交通部嘛佮地方政府佮业者来协调。我们都用邮件的方式主动寄给民众，那民众收到之后呢，他可以到我们台北市的公有停车场及服务台将近60处，来这个直接领现金。那如果有一些车主他是外县市的，没有关系，一样可以回执。那我们一样把这个钱汇回这个他的账户里面。这个邮汇的方式民众不需要负担任何的手续费啦。我们有在推 APP 那个第三方支付，第2笔就折5元，就像刚刚立委所讲的，我们给超商3.9元，我们就把它回馈给民众。根据各县市统计资料显示，六都甲新竹县市最近5年平均每一年民众中获纳2360万的停车费，有1719万无申请退费。交通部表示有注意到这个状况，也毋过因为停车费是地方政府收的，纳费的方式嘛是地方政府家己甲业者签约，交通部会来要求地方政府办理退费。再来看有愈来愈侪国家武汉肺炎的病毒又搁探环头，伫中国方面，包括北京、搁有辽宁等地区，最近拢增加袂少本土病例，嘛有出现一寡无症头的感染者。中国政府是考虑到春节假期返乡的人潮是真侪，嘛要求相关的单位爱加强检疫。另外，香港有病院发生群组感染有19个人烧坏。香港出现第4波的新冠肺炎疫情大反弹。香港的卫生防护中心统计，26一天就增加70例确诊，其中境外移入1例，本土案例69例，有23例感染源不明。上受关心的是，伫咧观塘嘅联合病院出现全香港上大规模的院内超级传播，已经有12名病人，7位员工确诊。专家认为，一位84岁病的女病人是超级传播者。
发现群聚感染较可能是院内异物空气传播，将互病人甚至医护人员拢受感染。港府会发公告要求15到27北基病院部分区域的人拢爱接受检测。除了香港，中国26一港也增加境外移入10例，本土病例12例，包括辽宁7例、北京5例。各华街就春节假期也有大规模的人员流动。中国当局已经要求各单位加强防疫。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要进入应急状态，以更坚决的态度、更严密的措施，全力以赴，从严从快抓好疫情处置，打好疫情防控主基战，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北京连续4天出现本土确诊个案，其中26个确诊病例拢是前一天离过通报的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所以北京目前为做3个中风险的地区，对本土确诊个案的集中活动区域实施大规模核酸检测，排队人是路长，拢是收到通知来做检测的民众。一直到27下昼，已经有83万人接受采样。我们的医护人员从8点上岗，最晚能达到晚上12点。本土的确诊个案继续增加，境内病人入冬了新一波的高峰。除了航运甲机场等地加强防疫，自2月开始暂停甲英国之间的航班。辽宁省也要求各单位取消所有的团拜，也个大型联欢、自餐的活动。另外，南京甲长沙市是主动宣布取消跨年的活动。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欧盟国家对27开始注疫苗，东西区、意大利、西班牙嘛拢开放民众来注。法国因为长期以来拢无讲介相信疫苗的安全性，所以政府甲民众对注预防针并无上过积极。法国东部城市蒂隆即间长照机构的大兵甲医护人员正式注新冠肺炎预防针，是法国第一间注预防针养老院。Moi, mes enfants m'ont tout de suite dit qu'il fallait que je le fasse. Ils vous ont dit quoi? Ils m'ont dit de me faire vacciner. J'avais mes idées aussi, mais je ne pensais pas passer à côté. 法国第一波注预防针的城镇除了蒂隆，也有巴黎东北边的塞夫兰。塞夫兰是法国上散者的地区之一。相比较其他的国家大规模注预防针，法国较低调。因为最近北怀疑讲疫苗研发这么急，是因为药厂想要趁机会获利，对长期的副作用影响有疑虑。国家过去包括疫苗管理不当的代志。不过一位78岁妇女医院注好预防针，是全法国第一位。不过无亲像其他国家有现场直播，无政府官员陪去，也无高官带头做。官员讲应该互较危险的族群优先。在意大利罗马有一批护理师安排最近注预防针，也是全国第一批做的人。29岁护理师阿里维尼尼是意大利注预防针的第一人。伊讲做的过程真顺利，也是历史的一刻。意大利离是正做全世界第8个官方累计确诊数超过200万例的国家，总共感染不幸死亡的人是71000人。西班牙瓜达拉哈拉长照机构的大兵今年96岁桑切斯是西班牙第一个注预防针的人。护理师讲，伊是全国第一人，伊正感谢上帝。西班牙自3个疫情发生以来，已经有将近5万人死亡。希腊是由当政加护病房的护理师卡姆比索里第一个做，总统总理排第3加第4。Θεωρώ λοιπόν ότι αυτή η τιμητική επιλογή είναι μια αναγνώριση στο έργο και στην προσφορά μας. 欧盟第27收到疫苗了，就开始大规模注预防针。德国、匈牙利、斯洛伐克提前一天收到疫苗，随开始做。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邦这间安养机构，40位士大人加11位医护人员拢有做。101岁科瑞萨拉是全国第一人。公司新闻吴文玲是会长编辑。咱再来看印度，印度国内的武汉肺炎嘛是拖甲真严重，而且伫因国内阁有空气污染、阁寒人大寒的问题。印度的媒体是指出，新德里的温度最近虽有淡薄回升，也毋过早暗的温度拢无到10度，克什米尔甚至拢是0度以下。透早新德里的街路温度差不多是-5度到7度，伫空气污染甲严重的霾害情形之下，会当看到的范围敢若100-200公尺。受到影响的，除了爱照时间出勤的总统府卫队，还佫为着生活爱上班的人，当然还佫有早起起来运动的市民。
अभी जैसे वेदर चेंज हुआ है तो सुबह उठने में काफ़ी दिक्कत आती है क्योंकि जब हम लोग स्कूटी से आते हैं तो बहुत ज़्यादा दिक्कत आती है, बहुत फॉग आता है और जब पोल्यूशन होता है तो जैसे ही हम लोग एक स्प्रिंट लेते हैं तो सांस लेने में बहुत ज़्यादा तकलीफ होती है।除了长久以来真恶解决的空气污染，最近的超级低温嘛，互市民还有有路无厝的家友是强要制裁袂掉，不少人在政府安排之下，带入去临时的避难所。 अरे यही मकसद से आए मतलब रहेंगे और काम वाम कर लेंगे 4 पैसे का सोना छोड़ दिए ऐसे ही लॉकडाउन के परेशान थे उसमें राशन से तो यहाँ आ गए दिल्ली में कुछ कर लेंगे 4 पैसे का काम वाम कर लेंगे। 在印度发行量上济英文报纸《印度时报》引用气象单位的预测指出，为首都西库里亚到喜马拉雅山区，印度北部拢会受到一波寒流的影响，主要是因为为西边的地中海温带气旋，和冷空气为喜马拉雅山吹落来。克什米尔北部这个拜六礼拜出现摄氏零下7度2的低温，北部山区甲其他的所在温度嘛要挖近零下5度。 印度时报的报道讲，今年克什米尔寒流的季节为12月2日开始，按算会持续到明年1月底。未来2-3天，克什米尔落雨还有落雪机会是真大。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 来看意大利的庞贝古城，在2000年前因为喷火山，规座都市火火山区大地下面死伤真严重，也毋过嘛保留迄当时的面貌啊。考古学家最近嘛伫位置挖到一个未烧的食食的蛋仔，规台阁有画彩色的鸡个鸭，一个小食蛋嘛，甲迄当时一般人的生活甲食食的习惯保留落来。 伫柜台顶头挖一个孔，是要来放飞鸭罐。伫咧壁顶有画一只正水的龟公，甲2只倒头仔的绿头鸭。这是庞贝考古团队最近伫咧当地第一遍挖到正完整未食的蛋。Adesso cominciano le analisi per capire che cosa c'era, che cosa nei contenitori, che cosa si offriva, quello che i passanti in questa piazzetta di Pompei potevano qui acquisire, le bevande, i cibi, quindi veramente uno spaccato straordinario sulla dieta mediterranea che avremo fra poco appena saranno terminate le indagini di laboratorio. 团队过去伫咧庞贝城发现有80间快餐店，这边挖到这个未食的餐厅，甲以往无同。 专门伫咧保存食物的容器内面，有找到鸭骨的碎片，也有田螺、鱼甲羊的胃粒。装葡萄酒的干仔内面，也有一寡米子豆的分量。也若是装油的灰鸭罐，到即马也有真侪餐厅伫咧使用。一寡挖出来文物，反映出当地饮食文化。C'era qualcuno ancora all'interno degli ambienti. Una vittima le cui ossa sono state intercettate nello scavo, purtroppo non in composizione perché il termopolio era stato già in parte saccheggiato in antico. 伫未食蛋附近，也阁发现一只较完整的骨头，推测可能是伫咧火山爆发的时阵未火逃走。公元79年，庞贝苏维埃火山发生爆发，砍过规座城。 伫将近2000年了的即马，考古学家用科技画出迄当阵的生活情形，一寡珍贵的壁画甲挖出来文物，互即马的人会当了解古罗马的生活。官方也打算伫咧明年要开放互游客入去参观。公司新闻王必文编辑。 北港朝天宫300多年来头一遍来举办水陆大发会，来祈求疫情会使早一日结束。今仔早起，总统蔡英文嘛到朝天宫为国家来祈福。总统是表示，最近国际疫情又搁压起来，伊呼吁民众过年出门一定要挂嘴安，配合政府的防疫。 18早起，总统蔡英文去婚姻北港朝天宫参加朝天宫300多年来头一届举办的水陆大发会。因为今年庚子年疫情真严重，期待透过这个发会替国家来祈福，嘛互全球疫情会当转好。相信透过我们今天的法会，在这个疫情最关键的时刻，一定会让我们的信众，让我们的台湾的人感受到温暖。 那么也可以安定我们的心。总统蔡英文表示，这一年来台湾防疫的成绩是大家拢看会到的，嘛稳定咱国家经济发展。不过最近国际疫情搁加悬，嘛呼吁民众伫咧刷落来过年的假期，一定爱尽心，爱好好配合政府落实防疫。世界上的疫情又开始变得比较严重，那么我们绝对不可以放松，尤其是我们接下来的年假。 那么，如果有旅行计划的话，就要请大家多注意，一定要戴口罩。
大家拢发心会使讲大家拢是活菩萨所以呢，除了感恩，再感恩。廖天强表示，这届法会超过2万人报名参加，嘛透过时事直播传到全球各地。期待透过这届法会，大家做伙替国家来祈福，希望全球的疫情会当早一日撤落，让每一个国家会当国泰民安。记者综合报道。时代力量立委陈昭华今仔质疑讲，屏东县一间土石的资源厂内面囤真侪玻璃纤维树泥粉哦，送验的结果嘛显示讲内底的重拢超过标准，长期以来拢乌白达，嘛已经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环保人士是要求环保署爱撤销这间土资厂的许可，嘛且检调爱查核清楚。检察官，屏东检察官不会采样，我陪你去采样。如果这个是已经都是合格的，都没有有害的，那我们到109年，社大跟立委也不可能采样出TCRP 溶出间那个毒性溶出间是超标的嘛？那这一个东西是有害事业废弃物，还是再利用产品，还是什么的？这个不应该说检调单位自己去采样，然后民众也不知道到底采了哪里。学者质疑环保署副署长沈志修是当时许可这间土资厂的桃园市环保局长，伊应该爱出面来讲核清楚。通过许可，我毋过煞无追踪。环保署是回应讲，经过采样，重的量确实有下悬。昨日嘛已经甲屏东地检署到现场勘验，嘛采土肉登去化验要来确定敢有污染着市区围野的环境。咱再来看，监察院长陈菊上任了头一遍，带监察委员巡查行政院。行政院是由院长苏贞昌亲身来做报告，讲到武汉肺炎3倍更各有内底，尤其是开放美国内底，苏贞昌是强调讲，这是要解决台湾甲美国真侪年来的贸易障碍，毋是用什么条件去交换。监察院长陈菊上任了后，头一届带领监察委员视察行政院。今年8月份成立国家人权委员会，伊希望未来甲政院合作，落实推动人权。非常期许未来行政院跟监察院能够携手努力，普及人权理念，贯彻人权保障，来落实台湾社会公平正义。行政院的报告是由院长苏贞昌亲身来说明，为新冠疫情3倍冠到美国猪肉等等的政策。苏贞昌肯定蔡总统的施政，尤其是开放美国猪肉。伊强调讲，这是咧解决台美之间侪年来贸易的障碍，毋是用什么条件去交换。政府嘛有针对这点做好准备。另外嘛讲到，咱有成功阻挡非洲猪只入来台湾，互市场的业者对蔡总统开放美国猪肉有信心。现在我们的猪肉可以外销了，所以这第一个是我们要外销，我们不能禁止人家来，这生意不能安尼，所以这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们绝对会让学校所有营养午餐都用本国食材。苏贞昌一个一个讲出今年防疫的作为，嘛认为讲行政机关一定要量早部署，唔能爱面对艰难的情形。佮讲到当初疫情爆发的时阵，行政院要求喙安袂当出口，还佮去互批评。不过尾手证明讲，这决定拢是对的。我们当时就决定，这是战略物资，这不能出口。行政院下令不能出口，我就被骂狗官，我就被说没有人性。伫陈菊面头前，苏贞昌要展现政府有咧做代志，迄个陈菊是以继续冲来甲回应。不过伊嘛讲到行政机关的缺失，到109年11月份为止，监察院通过37件弹劾案，弹劾51个人，违法失职的情形大部分是违反政府风纪。食钱的有24个案件，占65%。记者综合报道。针对文化部拍摄要对伫台湾发行的中国出版品审查许可了，才有册合加免税，引起出版界的反弹。文化部长李英德今仔是解释讲，相关审查的法令已经有30年的历史，确实有一点无合这个时代，文化部会拍算来修法。我们的方向就是说，比如说，对于中国共产党以及解放军等所属的出版品，如果要进入台湾，那么要发行要这个获得许可才可以这个不是叫思想审查，因为中国共产党所出版的它不叫书了，那个叫做宣传品了它只是用书的形式在包装。那么一个国家面临
不友善的国家的侵略哈，包括文化侵略，如果不足民主防御攻势的话，那么我会很怀疑哈，那么这个国家这个政府在做什么？部长强调讲，共产党甲解放军的出版品必须要送审查，民间独立的个人甲公协会所出版的出版品就免。文化部会以这个方向来修法，也毋过目前是打开始讨论。明年元旦有来自美国猪肉特别进口，国民党嘛甲正线刷到反内底公投案。国民党主席江启臣今仔串联22个县市议会国民党团的成员，要来启动募集公投人数的行动，目标是伫明年的2月底之前摕到50万份。明年1月初1就要进口有300种的美国猪肉。国民党伫立法院主动了无顺利，就甲正线叫去行路。国民党主席江启臣28宣布启动募集反内底公投人数，目标伫明年2月底进前募到50万份。民进党政府做出错误的决定，由人民来修正。面对接下来的公投人数，我们已经做好准备，所有各县市党部、议会全力动员。22个县市议会国民党团的成员嘛举行记者会响应，而且讲要以地方是按自治条例严格来把关。中央政府强行进口，可是我们地方政府，既然我们自治条例已经订定完成，也希望所有的地方政府有订定食安自治条例的，每一个政府都应该强行的，我们来做一个检验。希望桃园市政府尊重。必须遵守桃园市议会所通过的，包括台北市在内部分县市，自治条例规范来客多半爱零检出，敢会违反到中央的法规来失去效力。中央也无统一的解说，敢若表示会持续甲地方来沟通。因为台北市长郭文哲认为讲，这个沟通是无啥效果。他们号称很会沟通嘛，我就等他们来沟通嘛。我看都是有沟没有通啊。食安不能够一国多制，那。关于这个检测的这个容许值或者容许量，这个应该全国同意，要不然将来在执行上会有很多的冲突。针对国民党筹备公投反制美国猪肉，郑文灿表示，食安的问题希望会当用理性讨论的方式来进行，对台湾才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有一个富人人，行经过一间连锁药品店，煞去踏着宣传单骨头断去，伊嘛去告这间药店过失伤害。药店消息是强调讲，宣传单毋是因店里的，店员嘛帮这个富人人来叫救护车哦，总算后来双方和解了。民众来去去电卡，涂骹四界拢能看到广告单，店员赶紧摒扫。之前有一名富人人经过连锁药妆店外口的电卡的时阵，录到广告单骨倒，骹膊骨头进去，所以控告店长涉嫌过失伤害。他就说走在那个店外他就跌倒了，然后人家有帮他叫救护车送医。他是认为这个是店家造成他受到那个伤害，他有对那个店家做提告。所长表示，受伤富人人过将近1个月了后，提验伤单到派出所，讲要提告，最后达成和解。富人人撤回告诉，台北地检署也做出无起诉处分。连锁药妆店是发声明表示，广告单毋是因派发的，事发当时店员也不知情。暗过强调未来加强店门口的环境巡视甲整理，避免同款的代志搁发生。即便我们的认为说造成这个伤害的过失只有1%，在法律上它还是属于过失伤害的可能性。好，所以针对于说这样子的提告，也不能单纯的就看说在店内滑倒这件事情，就认为说这提告是当然没有道理的啦。其实，在2011年，台中一间连锁素食店夜捌因为清洗进出货车道路面积水，或一名富人人骑车骨倒受伤，骹手拢骨头进去。提告涉嫌业务过失伤害胜诉。2018年，有一名女性到百货公司买物件，绊到地面的电源线绊倒，提告了后也胜诉。这摆事件，律师表示，因为官司无确定性、时间成本，也个公司名声这理由，可能是和店家愿意和解主要原因。记者综合报道。天气变化大，也是空气品质变歹，真侪病人的忧型都会发作。台中的光电病院最近有一份做5年的研究，发现讲气温的变化甲空气污染的成分甲烷、一氧化碳，拢是引起忧型发作的原因哦。相关的研究嘛发表伫国际期刊顶头。
身躯无法度控制，一直抽筋，也是规个量直去，这拢是氧性发作的病症。患者毋知伫什么情形下会发作，严重影响到因的生活。台中光电病院儿科医师江国良针对2009年到2013年之间，全国医疗院所有记录的6万个阳性的患者，做数字的统计分析。以大病发作的前7天温度的平均，发现气温也是降10度，就增加6%，因为阳性发作去看医生的患者。就是我们发现气温降低那个很明显的那个病人是会有增加的一个趋势，多因子之下的一个综合结果。医生指出，除了天气的因素，空气污染严重的时阵，全国阳性的患者看医生的情形嘛，明显增加15.97%。另外，搁再详细分析，空气当中的甲烷、一氧化碳甲一氧化氮，嘛是主要发病的原因。以那个甲烷是最明显这样子，还有一氧化碳、还有一氧化氮这3个这样。空污它还是对于那个癫痫的病人的那个就医的频率是有影响的。这个研究嘛应用环保署大气水文资料库，全面检报阳性病患就医的资料，结合全国31个气象站、77个空气品质监测站逐天的资料，做综合分析。医师认为讲，天气的变化较会造成患者的情绪伤过激动，空气不好造成慢性的欠氧素，拢会引起阳性发作。相关的研究发表伫 SCI 国际期刊《阳性甲行为》，嘛提醒患者较莫在危险的环境当中，按时食药啊，避免严重发作。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县的嘉明湖最近申请要爬山的人是非常的多，这个山屋定定拢客满哦。也毋过最近发现讲，有人伫山顶的露营佮起火。台东林管处顶礼拜特别上山去检查，结果查到有11个所在暗时起火。林管处是表示哦，这种违法的行为，上济会使罚60万块。台东林管处甲国家森林监测职工甲森林警察合作，做伙去介入苏山爬山的山路来调查。发现伫排球场野地附近有11个烧野火流落来焚热，大家做伙甲火呼呆呆的，恢复山林原本的模样。所以，其实，在山上一个引火的行为，其实还蛮频繁的。嘉明湖是这几年民众真爱爬山的景点，即嘛有专业的登山社协助民众申请去向阳山屋、甲嘉明湖山屋带暝。不过有不少民众是用露营的方式，为另外一条路线介无苏山爬起哩。顶日有民众伫咧网络发布伫咧森林过暝，而且烧野火的画面。有登山的向导讲，若一个无注意，就会引起森林火灾。台东林管处表示，伫咧森林烧野火是违反森林法，会当罚20万至60万。见茂石山都是2月松林，2月松林是天然的活动，这个是蛮危险的。森林区域里面引火，其实已经触犯到森林法第34条的一个规定。1月初13天的连假就要到啊，按算嘉明湖会阁出现爬山的人阵。目前嘉明湖甲向阳山屋称为已经登记满啊。台东林管处呼吁要露营爬山的民众，千万唔通为着要阻挡野生动物挖过来烧野火，会当改用凉啊，或者是会当发出声音的物件来代替烧野火。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最近这几天哦，海洋本色第1名是宝特瓶，环保署甲业者合作回收宝特瓶来做衫哦，衫内底有96%拢是宝特瓶的材料。伊嘛希望讲，这种环保的材料会使普遍来使用，落实循环经济。一波一波的海洋将塑胶管啊塞到海堡，至工捡起来送去再一工厂加成碎片、抽沙、芳成灰。环保署第一摆结合国内资源回收甲纺织业者共同研发，产制海洋废弃的塑胶管啊，有96%的纯保衫。未来更希望就此研建立海洋废弃物的循环制度。那我们同时在今年9月份也向我们的智慧财产局申请了我们的海洋废弃物循环标章。那只要符合我们制度，能够追溯这个来源，我们都会发给标章。地方志工收集被动海洋废弃的塑胶管啊，最后只有3.8吨用做原料。业者表示，海中的塑胶管啊，甲陆地顶悬的塑胶管啊无同，经过海水浸泡甲盐分的侵蚀，材质已经有变化。头前挑选甲去除杂质的工作也较困难，成本也较高。相较我们一般陆地上回收的那个时间上，它相较比较长，所以会影响到它的那个纤维强度。海洋的一个废弃的回收，然后再加上这个生产的一个流程，
从头到尾，我们估算这个损耗率可能有高达50%以上。根据台湾 ICC 海洋废弃物监测，2015年到2019年，海废数量上济第一名就是塑胶管仔，第二是塑胶管仔挂甲树管。环保署统计台湾一年差不多24到48吨的海废塑胶管仔。环保署希望透过顺保3等再制产品，和海废长期甲循环体系，唤起大家环保意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云林仑背乡土豆长的大出，农民拢会借马路来拍土豆，虽然有淡薄影响到交通，也毋过嘛讲大家使互相体谅。拍土豆上忝头的就是冰土豆咯。有农民嘛发明一种真省力的技师哦，因过人是拢真学乐，咱嘛做伙来看卖。一条伫田中的大路，看起来规抓拢是土色，不过这毋是咧狂点啊家，嘛毋是落雨毛影，是咧拍土豆。云林仑背是土豆的大产地，拍土豆是逐档产季上重要的工课之一。挑土豆是上辛苦的过程，就爱用脚踢的，不过脚伫土骹咧踩，定会受伤，所以农民就发明这支耙仔，省力搁省时间。若无这支通撸，就是用脚咧踢吼，脚会疼。所以人说这支撸啊，来撸足好势。虽然拍土豆是农民重要的工课，不过毋是逐个农民因兜拢有定会当拍，所以就拍伫咧农路，但是煞有可能会影响到赛车的人过路。这无定啦，无位好拍，人收档吼，无几工啦，风收的啦，啊无人做些人无位好拍嘛艰苦。这是几年来拢大家拢安尼，因为嘛无所在好拍。啊，所以讲吼，咱拢尽量标示互清楚，啊，叫大家讲开车，大家较注意的，吼啊，互农民方便。好佳在伫仑背乡，拍土豆是真久的传统，大部分的民众拢有法度体谅，加上乡公所的交通配套措施，互农民会当安心拍土豆，嘛加做逐档仑背乡特殊的风景。记者综报道。互饮食糖大家着皮肤会碰拍哦，所以这种糖大家拢真惊。也毋过台中的中兴大学所有一学生，伊自细汉就开始来研究这种糖拖，目前嘛已经发表10篇的国际论文，伊嘛有发现6种新的饮食糖的品种。身躯一只红一只乌的稳实糖，因为若甲拍死，皮肤接触到伊的接就会碰拍烂去，所以大家若看到稳实糖是拢真惊。毋过中兴大学的昆虫系颠倒是有一位学生注心咧研究稳实糖。隐翅虫它是物种多样性最高的科之一，在全世界有超过67000种的隐翅虫，那在台湾有超过1200种的隐翅虫，其中有毒的就只有红胸隐翅虫跟另外一个属的隐翅虫。这位学生吴方式自细汉就真介意研究糖拖，高中的时嘛和同学创立同好会，透过特殊选材进入中兴大学的昆虫系，入学干那2冬，就发表10篇的国际论文，佮发现6个新的温室糖品种。原本就看了很多的这些相关的论文，也要跟那个国外的学者有横向的合作，去认识那些学者，才会有办法借到那些模式标本来比对。非常非常积极的学生哦，他很快会把他自己的研究跟他周围环境的研究做连结，然后还会产生新的想法跟观点。除了积极咧甲国外学者做交流研究，吴方式嘛直接伫咧面册甲科学网站分享文章，推广甲糖拖相关的正确知识。未来佫希望会当出国读硕士，继续深入研究温室糖，为学术贡献心力。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屏东的春丽乡，有真侪日本时代起的军事遗址，地方各公所是有想要发展军事观光，嘛甲地方上的自然的资源、文化建筑做伙来做规划，望讲会使向民众来遮观光，带动在地产业。今日去深山那内，这是春日乡，伫屏东邦寮和贵宗川边界的石头营，内底战斗司令部要塞真有历史意义。乡公所就来结合原来自然景观、文化建筑，包含老七家石帮厝部落、浸水营国家古道这些所在做观光。我们就针对在我们辖内的碉堡呢，我们固定我们都有一个自然资源保育队来去做定期的巡检跟清理。所以，如果我们的游客如果要到我们春日乡来看二战碉堡群呢，其实是可以很安全、很友善的可以到达。伫早前，春日乡就咧发展军事观光，
石头岩才是全台湾甚至是全世界真罕见有保留上完整的二战时期日本军方的要塞遗迹。1895年，日本就是对邦寮登陆，后来为着提防美国，才会伫遮起有规模的军事基地，可见遮确实有军事价值。前一阵因为太阳能板的工程，差一点就破坏掉这个遗迹，而且佫挖出一粒无兵器的炸弹。加在关心历史文化的民众、学者、议员为着石头岩走踪，目前遗迹暂时保留，也才有机会继续发展观光。这个区块呢，我们能够把它做好，那这样春日乡就是一个北区呢，是一个很完整的历史建筑跟文化资产的一个观光的一个区块。但春日乡也斟酌规划，望观光带动产业，行古道看美景，也得来一座石头岩，对照日本伫台湾殖民的卡热，思考开发环境和文化资产中间的关系，也关心100年来发生伫咱土地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白色恐怖初期，韩战拄啊震煞，当时的台湾政府为着要向美国来表达反抗共产党的成果，就韩国的犯人营伫政治犯的身躯顶插反共抗俄的理由，结果这项运动失败，军方佮掠政治犯来算总效，佮按一条再叛乱的罪名，计共有14人该判死刑，明年这案就70年咯。咱嘛先来了解。听到顶头在话讲，哎，我们到了。看到我咧眼前的一个风景哦，就是我们来到天顶啊咧。天顶阁是安尼一年的蓝天白云吼，海水会当看到底的吼。因用玉岛的人话讲是讲，那一群安尼闪闪啊，安尼香香啊的这个。我一定白加抓啦！1951年5月17日，白色恐怖时期头一批，因为思想无纯正，参与叛乱组织等等名义，去互送去火烧岛、新生奋斗厝的政治犯，日时上课做思想改造，下晡就爱去外口做工劳动。台南迄个欧阳文老师吼，伊就讲吼。那是天下第一戆的啦吼，家己为想啊在关家己啦哈。1950年前后，国际情势紧张。1945年第2届世界大战结束。1947苏联和美国冷战。1950韩战开始，美国重新思考和中国的关系。美国先是派第7舰队去台湾海峡，防止中共拍台湾，让台湾成做冷战时期东亚国家中反共阵线的一部分。1953年，台湾政府学韩国的犯人营，请政治犯伫咧身躯赤字，合做一人一事良心救国运动，就是要向美国宣传岛内反共有成。讲要叫身体顶面甲赤这反共抗俄啦，38嘛，这个赤字插到身躯咧，我迄当时唔肯嘛，伊讲这是自由参加的嘛，叫我推行了无成啊。救国运动煞无成，军方事后报了车冤，锁定私底下有抗人卖赤字的政治犯，包括陈华、吴成达、宋成淼、张树旺、蔡炳宏等等，计共14个人，去互加按一条叫再叛乱的罪名。经过严格复审，落尾拢该判死刑。陈华就是第一个在第一审的时候就已经被判枪决，就是被判这个。意图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也就是所谓的惩治叛乱条例里面的第2条第1项。这摆唔是讲要有心情讲要来报复啦，要安怎无，拢无，已经是作兵是，讲这是真相，历史的真相，真相只有一项尔嘛，莫搁看。捌做过新生的蔡坤林、杨国武和罗宏迪，即马拢80-90岁啊。因讲经过黑暗，搁通活落来，已经足幸运。每年绿岛新生再叛乱案就满70年，即马国家人权博物馆也伫咧白色恐怖绿岛园区办展览，望互咱的子孙仔伫咧转型正义的基地有进一步的启发和理解。记者民警小桂林台东报道。明仔载温度会淡薄回升，也毋过伫拜三暗时地个反冷，台北可能只有7度。下半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
北部地區上加19度，上懸23度。中部地區上加21度，上懸27度。南部地區上加22度，上懸28度。東部地區上加20度，上懸23度。華島地區上加13度，上懸21度。感謝觀眾朋友收看今仔公視台語台的下晡新聞，我是陳淑君，明仔載同一個時間咱再會。